观众朋友，老早欢迎收看7月7日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佳人协和电厂改建第4天然气接收站的开发案引起争议。环保署昨宽评审查，因为会议一直无法度顺利进行，到尾暗暝宽评会议向宣布煞位，而且要改线顶开会，引起现场的民团甲立委抗议，落尾才宣布另一搭搁再审。他们就是说休息10分钟啊，这个现在休息到现在。他休息休可以改开会得事哦。现在环保署现在怎样？佳人市长谢国良甲在地议员，还有民众党时代力量立委，拢要坐伫诉控议会议室内底，明明讲好是中休困时间，结果环保署甲环评委员无有经改变会议方式甲定数，临时用线顶视讯会议进行，互现场放空声。现场公民团体甲立委拢硬气，批评定数违法，是乌想宽评。最后宽评主席指出，视讯会议发现效果无好，宣布改时间搁再审。会后环保署表示，本意是互登记发言的民众拢能顺利讲话，毋过造成观感无好，感觉真失礼。所以我刚刚提到，就是假设造成大家的这个认知不好，那是我们处理，我们觉得很抱歉啊，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一样，因为让大家可以发言，让委员可以听到。毋过除了会室的以外，大家阁想要知影环保署说去什么时阵会阁开会，用什么款的方式来进行。处长刘宗勇之回答会阁讨论，互现场的人是真生气，因为一开始方天规则都用一进一出，由专人带入去会议室来发言，互登记发言的民众批评极权国家。这是什么神奇的恩典嘛？就是我没有召见你，你不能进来；你自己不照程序来，你又害怕民众的看，然后你把所有人都挡在外面，那你这是什么封闭就是集权的国家？协和电厂转型4接填海造陆案，这摆会议是第5摆专案小组初审会议的延续会议。台电公司会后也发新闻稿表示，当议方案已经进行实际审查，是大台北地区民众用电权益，愿意秉持诚意沟通，搁再沟通，说明搁再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前台南机长郭信良甲安南区的里长高进健涉嫌甲顾问工程公司收上千万的乌生钱，法院昨暝10点多是裁定2个人拢受押禁见。有被告及共犯之部分供述、证人证述及通讯监察译文等证物可资佐证，主认被告2人涉犯借势借端勒索财物或执行职务收受贿赂等犯嫌均为重大。均系最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且有事实足认有串证、捏证之余，被告2人均应予羁押，并禁止接见通信。高雄市调查处找6起搜查团郭信良精神，嘛当庭甲逮捕。地方法院昨开羁押庭，因为郭信良讲袂清楚这1000万块的来源，若电视里长高进健的证词嘛斗袂罢，佮一直咧压郭信良。法官认为因2个人可能会串口径，立即就裁定受押禁见。今仔日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内政部长林佑昌表示，要出贷款补助3万块的专案，目前有超过53万块申请，头一批核定25万块，初十开始半钱入口做。网站嘛开放查证度，若合资格者12月29进前拢会当申请补助。来看联合报，台中传出头一个若像本土天狗节的个案，是一个20多岁查甫人，伫山6岁厝，过一个年假有登去台南，接触过确诊天狗节的亲友，因为发烧送病院，快筛阳性，回清的检体已经送中央检验。来看中国时报，财政部公布6月出口年减23.4%，若连续60个月，这嘛是最近14档来落上济一届。累计顶半档年衰退18%，是金融海啸以来表现上歹一届。来看诈骗的简讯是800款，有的会假做政府的通知，民众分辨清楚就会去互骗去。为着要防止这款情形，政府打算要伫年底进前，甲政府机关发出去的简讯拢改做3个号码，互民众一看就真有。
手机可能收到交通罚款，超过期限无缴简讯，罚入罚款。民众一个紧张，随点入户有 GOV 因为查询网址，结果最后竟然互偷入卡。因为这类假冒政府机关发送罚单，所以单这无缴的诈骗简讯真猖狂。数位部规划建立共用的发送必达的机制，请发出简讯通知，一律改用3码，有计年底进行来实施。跟各大电信业者有初步沟通，所以我们会请各大电信业者帮忙，只有透过数位部建制的这个共用平台发送出去的简讯，才能够用这3码的电话号码。那其他地方发送的简讯呢，会严格禁止模仿。基层检察官把他们办案的过程中所发现的各类型诈骗案件提出一个行政上在前端需要管理的措施，相关部会共同来研究法制上如何改进。那数位部想尽办法。法务部也举行跨部会，打击诈骗的会议，甲数位部、金管会这机关安怎来规范具体作为？而政府希望对发生疾病来进行管控。这话亲像疫情期間，政府發出的1922、1988這4碼簡訊，因為只有政府能發送3碼也是4碼簡訊，甲詐騙集團的手機10碼簡訊無同，一個看就知影真假。整体来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会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机制。所以，当我们的后台一起搭配来做一些处理的时候，那就可以发挥一些的效果。现在诈骗的状况应该要像指挥中心这样每天宣导，你疫情可能中了病还会好，可能就会骗光，有可能家破人亡。包含卖国骗这的事实查核机构一直伫网络中宣导，提醒民众注意假冒政府简讯的诈骗的手法，希望大家提高警觉，加强分别这个假信息。专家是认为，改这3码也使避免民众甲真正政府简讯误认成做诈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园林有一间3层楼高的透天厝遭着火，虽然消防员15分钟内就把火拍花。不过，66岁厝主规身躯要是有90%拢受烫伤。厝主讲，可能是咧充电的平板电脑引起爆炸着火。不过，详细原因要该调查。消防员赶到现场，透天厝的窗仔门已经看到火，阁有阵阵的火烟窜出来，场面看到真惊人。我们到了现场的时候有一户已经出入燃烧，那有一位民众呢，他已经出来身上疑似有一个烧灼伤的现象。中华园林市这间透天厝车漆火烧厝，好亲像导火点的3楼已经烧甲拢乌去，好加在警消到场15分钟内把火拍花。不过66岁厝主规身躯受烫伤，紧急送医，目前也搁伫观察。全身大约90%左右，2到3度的烧烫伤，颜面也有，颜面呼吸道附近都有严重的烧烫伤。类似说好像是在冲平板爆炸。厝主甲警方表示，迄个时阵伊甲平板电脑放伫屋上的平台顶充电，伫2楼听到爆炸声，赶紧冲上楼要拍火，不过火愈来愈大，无法度控制，嘛造成规身躯严重受烫伤。确实的导火原因，爱搁进一步调查清楚。进前伫新北，才发现有查某囡仔的智慧型手表导火，即件好亲像又搁是3C 用品造成的意外，可能甲锂电池出问题较有关系。万一有穿刺、破损或沾到水产生短路，或者它的铝质保护壳产生破裂，那一颗电池就会着火，而且出现闪燃的现况。修理的师傅是讲，锂电池寿命差不多2年，若说讲有碰起还是表面损害的情形，都无建议佮使用。另外嘛，爱使用有认证的充电线，充电的过程若做无正常，感觉真烧，都要停止充电，才会当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罗西亚的瓦格纳佣兵集团起反失败了后，因的头人普里戈金就拢无公开出面啊。不过本地表态讲愿意接受瓦格纳的白罗斯总统，即阵讲普里戈金已经返去罗西亚，那罗西亚是去抄普里戈金的客家。国防媒体嘛批评普里戈金起反背骨。Нового дня силовики обнародовали кадры обысков в офисах и жилище основателя ЧВК «Вагнер» Евгения Пригожина. 俄罗斯国营媒体最高报出的收查画面显示，执法部门就是普里戈金为伫圣彼得堡的媒体集团办公室，甲一座占地1公顷半、亲像宫殿相款的豪邸，对展开猛烈的批评。影片显示，豪邸附有室内停车场、篮球场、甲直升机停机坪，室内真豪华。小型军火库内底有真侪武器甲弹药，也超出规群的卢布甲外币的纸票。
真侪黄金，也有真侪假护照、假假头毛。报道详细讲到普里戈金犯罪历史，表示这个兵变也继续伫调查。另外，政论节目的来宾也批评伊是叛徒。不过，普里戈金本人对6月24兵变了后，就毋捌搁再公开来出现，伊的行踪甲安全也真算一个谜题。当初介入协调和兵变落幕接受伊流亡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伊讲普里戈金已经离开白俄罗斯，登去圣彼得堡，部队是踮伫俄罗斯控制永久营地。伊当初愿意接受瓦格纳部队所讲的话，伊原是准算。Если они сочтут необходимым разместить определен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бойцов ЧВК «Вагнер» в Беларуси для отдыха, подготовки и так далее, мы свое обещание, я свое обещание выполню. 李克里布林宫是表示，因无对踪普里戈金的下落，无多进一步来评论。国际新闻是会中编译。来看韩国的名车团体 BLACKPINK 7月底要伫越南办演唱会，不过网友所发现主办公司的网站顶头出现中国主张有南海主权的高大线地图，侪网友就话讲要抵制演唱会。越南的外交部表示，高大线地图是违法的，即阵等咧调查。当地世界巡演的南韩出名女团 BLACKPINK 月初上英国海底公园音乐节的舞台，创下韩国音乐团体新的纪录。7月29、32天，为头一届去越南的土地唱歌，票价上悬卖价980万越南盾，相当是大票13,000。无意外刷起目到南海主权争议。网友伫 BLACKPINK 越南演唱会的主办公司艾米娱乐集团的公司网站，发现中国主张南海主权的高大线地图，去家己网络顶留话抵制。对这件代志，越南外交部切拉强调，高大线地图违反越南的法律。文化体育旅游部也对这件代志进行调查。Quảng bá sử dụng các cái sản phẩm, ấn phẩm có đường chín đoạn tại Việt Nam là vi phạm các quy định của Việt Nam và không được chấp nhận. Thì cũng có tiếc một chút thôi ạ. Chứ còn về cái chuyện đường lưỡi bò thì đương nhiên em sẽ không ủng hộ. BLACKPINK nếu mà đi xem concert thì em nghĩ là mình vẫn sẽ có nhiều cơ hội khác để mình đi xem, chứ không phải chỉ duy nhất lần này. 专门举办艺文表演活动的艾米娱乐集团总部设伫北京，伫台湾、马来西亚、印尼、韩国甲澳洲等12个国家拢有设分公司。马来西亚华裔出身的执行长周家海讲，这件代志是一个不幸误会。佮讲网站的地图无代表任何国家的领土，并尊重每一个国家主权甲文化。若是引起争议的网页地图，现在已经无到人气。艾米表示，会换掉无符合越南人民期待相片。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镜头转来到国内，汉光演习7月20要起稿，中国嘛趁机会咧放假消息无人机作战，因讲汉光演习是要演练蔡总统逃亡。国防部是提醒民众唔通凊彩相信网络谣言。国军汉光演习要伫7月20举行，中共每年拢伫演习期间对台湾进行领地作战。5月20新港共军会使用24粒东风飞弹消灭美国福特号航艦打击群。有国安高层讲，中共即摆领地作战有2大重点，分别操作蔡总统演练逃亡甲撤退侨民。专家分析，中共想要打击国内民心士气。汉光演习本来就演练转换指挥所，另外台海情势清悬，各国也有撤侨演练的准备。台湾确实有可能因为一个意外事件、一个偶发的事件，导致相当程度的军事紧张甚至军事冲突。所以各国现在要开始把封存很久的撤侨计划拿出来重新做检讨，拿出来重新做修改。假讯息确实是包含了一些比方说流传所谓演习科目是为了外国撤侨、元首出逃，对于攸关国家安全的这些相关资讯呢，以国防部的发布为准。那么不要听信转传这种非官方或者是网络的谣言。另外，对中共下半年研判可能操作选举、制造战争甲和平的选择，专家认为也讲上早。不过，台湾即阵面临一大挑战，就是爱分别出倒一寡是中共官方主导的领地作战，也可能分散咱方应变的能量。
台海无平静，俄罗斯支持中共两只俄国护卫舰响亮号、原美号，大概27日出现伫宜兰东澳外海大约26海里的所在，蛙群在24海里连接区。中共官方媒体央视军事发布，这两只军舰驶军到上海访问，学者认为反制美方意味真高。目的是这个回应这个近期的这个中国一连串的就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俄乌战争里面的一些这个支持的这些举动啊，是对这个美国加上其他盟国这个在近期在这个台湾这个海峡这个台周边哈，就进行这所谓的就是这个自由航行权行动的一种这个算是支持中国一种回应的行为。俄罗斯军舰访问中国，日本也真关心。而中国军舰未来是不是联手出现伫台海？学者讲，俄国海军的实力是不如以往，也毋过无排除这个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市场产业未来会愈来愈佳业。即阵停止做传统 DJ 预防射了后，若阵规年拢无病例，就会当甲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申请，甲台湾列作非疫区，互台湾的猪肉，毋管是生的还是加工过，拢会当外销。到时咱嘛会当真做亚洲唯一一个无靠地域非洲 DJ 和传统 DJ 国家。正好变的是物资，整理和洗拢较方便，佮有猪母生囝的男组，这些设备拢是家己民雄即间饲猪户参加政府饲猪转型计划了后做出的改变。就是一胎大概在11头左右，那如果以前的传统式畜舍比较差的，可能会在8头到9头。全台湾有要6000户的饲猪户，产业链的产值是1000多亿，政府是积极在辅导转型，已经辅导16间屠宰分切加工厂通过 HACCP 的认证。云林县长向这间屠宰场2当前通过认证，今年4月菲律宾同意因出口猪肉。2个月前有通过那个可以把产品出口到菲律宾的资格嘛？那在大概下个礼拜，那个菲律宾的厂商他们也会过来这边跟我们洽谈，那希望可以洽谈成功，有这个机会。用石头提升国际竞争力，是因为台湾猪肉外销通路会扩大，传统低温会当消灭。在民国95年了后就无确诊，今年7月开始停止疫苗，全面满针，续落来几年拢无确诊，就会当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申请，甲台湾列作非疫区，代表台湾的饲猪肉、加工猪肉会当外销去更较侪国家。我要请所有农民放心吼。即马拢无病毒，所以疫苗袂使投资哦，绝对袂使投资。我爱拜托大家，虽然一针无几元，如果这个成功了，后年之后，安尼猪肉要卖日本就指日可待。饲猪户上困扰的3大猪仔病，靠第一伫经过20几冬的拍拼了后，民国109年已经互列作非疫区。非洲猪瘟是世界摊，亚洲敢若台湾和日本是排除的。目前上大的挑战就是脱离传统猪瘟的疫区。政府嘛呼吁勇士户做伙拍拼，为台湾写新历史。记者综合报道。当年的中原普渡，新竹客家庄拢会办饲猪公的比赛，引起不少动保争议。为着要兼顾文化甲友善动物，北部乡特别用猪公钱筒仔的公益活动，来取代传统抬猪公的仪式。家人家家落入去钱筒仔内底，每一只猪公拢互人饲饱饱，用传统签仔一称，重量超过26公斤。大家拢讲用这款的方式来代替传统客家庄的新猪比赛，有无同款的意义？以环保的角度来说，就是这样就比较好啊，就是不用杀猪，然后又可以大家团结一起存钱，看谁存的比较多，这样。觉得很好啊，因为不但可以存钱，然后也可以不要把猪杀掉。新竹县北部乡发挥创意，举办饲新猪钱筒仔活动，目前总共有26个单位参加。活动一直到8月26日，后续会甲收回来钱筒仔专属捐予弱势团体。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转换的模式那可以符合，既可以保留我们传统的文化，那也可以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个潮流，又可以做公益。那目前我们最北的是在新北市那个我们的这个动物大学，那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动保团体动保协会，那最南端的是到我们的屏东南州市农会。乡长表示，第一届新猪钱筒仔冠军重量有105公斤，今年希望出现130公斤以上的大新猪，希望大家做伙来参加，唔但环保，又阁会当做公益。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台湾各地头拢有导览活动，不过你敢捌听过女性路线？
中华梦想馆今年就规划一条彰化市的女性路线，即阵嘛当咧培训导览员，因想要用女性的角度讲出在地故事。左边是男生，嘴巴怎样？那边嘴巴，女生嘴巴闭起来。这是彰化开化市，庙前这对石狮，倒手边讲的嘴开开，代表查甫是出嘴来趁钱；正手边这只母的嘴合起来，身躯边阁有狮仔囝，这是较早社会重男轻女的表现。中华梦想馆今年规划一条中华女路的导览路线，要用女性的角度来看过去的历史发展。依咱三囡仔的路线来讨论啊，即届为譬如讲，阮咧带拢是为火车头，慢慢行到昆祖庙，一直骑到咱的迄个美术馆。所以即个路程当中，我找甲咱查囡仔有相关的。为中华火车头出发，先经过日本时代的高平价酒家。女性做家庭代工的布市，最后行到台湾唯一一间有独立建筑的中华结校书。主办单位目前正在进行在地女性导览员的培训，让学员实际行一转，体会在地的女性故事。那早期女性敢来从事比较厨房洗菜，还是服务女佣的工作，查某人其实嘛在做足侪代志。是讲讲以前不容许我们去尝试啊。即摆时代吼是以男女平等啦，所以我感觉若了解即个宗教的即个文化，以及即提升咱女性的一寡观念是很好的概念。主办单位表示，即摆行的路线其实是彰化市最有名的景点，但是过去拢无注意到，伫遮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实有侪的在地文化故事。希望透过女性路线的导览，互民众思考生活中性别平等的议题。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受到西南风影响，这2日的天气拢真烧热。台北市的观测站早起已经出现32度9的高温，气象局嘛发布高温警示。另外，今仔日台东可能会透小风，日是台北、新北甲花莲温度上悬，可能会到38度。做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8度到37度，中部地区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26度到35度。东部地区27度到34度，外岛地区27度到32度。各有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芝，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